好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嚟開4盒手雷，係啦，因為睇歐聯睇到好興奮啊，係啦，今屆歐聯都唔錯啊，即係巴塞對國米嗰場睇到我真係眼瞓到一個點都醒翻啦。咁之前其實我開過㗎啦，呢個開過一盒啦，但係就冇拍片，好耐以前係啦。咁今日因為歐聯太開心啦！係啊，買多咗4盒，咁應該拍2條片，分2條片拍啦。咁上一盒就應該係抽咗2盒掛盒嘅，咁就中咗1張限量嘅，係啦。咁啊限量275張啦。OK，咁跟住今日嚟拆2盒。OK，好，事不宜遲 ，Let's go。拆咗2盒先啦，下一條片再拆另外2盒，費事條片太長。咁睇下會唔會有啲好嘢啦？最好開到簽名，就心滿意足㗎啦。因為手雷啦，始終都唔係一啲好貴嘅盒啦，係啦。咁就基沙文、達洛治、馬神、Insert 嘅 New Year 啦。咁就冇乜特別啦。第2包。杜林，表現唔錯啊！今屆華為迪、麥巴比嘅 New Year，投翻個頭啦！麥巴比啊，今屆皇馬其實表現唔差嘅。不過皇馬今屆就4大皆空啦，安察洛提都落台，應該啊，如無意外去架巴西隊啦，啲傳聞就話。達洛治，有張閃啦啊！波圖唔係喎，士砵亭。冇限量嘅呢張。基沙文、巴斯多尼、華為迪啊！今屆真係咩位都拉晒。
落迪高，有張水餅啦。巴塞 ，OK，not bad。一張 RC，哈利簡尼亞啦，今屆應該德甲冇走雞㗎。跟住阿洛，下屆唔知係咪去皇馬啦，係啦。都係冇，都係冇限量嘅。可能，喂，迪莊，暫時都係冇乜好嘢啊。美國隊長啊，紐亞，唔通手雷真係唔出簽名？呢張有冇限定啊？利華古遜球員，有啦，我有張299嘅限定。懷斯今屆踢得唔錯，不過可能真係會俾巴黎聖日耳門淘汰啦。去咗 AC 米蘭嘅獲加。好，繼續。德高。Tomari，OK。
格拉斯。好，最後2包，4包手雷都唔通冇好嘢。馬田尼斯、比靈咸，會巴西組合啊，洛迪高同埋雲尼。呢張有限啊，199 ，nice， 呢張唔錯啊。好，最唔滿意嘅就呢2盒開2張限量啦，係啦，一張就利華古遜球員，一張就係皇馬巴西組合199篇嘅洛迪高再加雲尼。OK， 鍾意記得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， 記住有咩可以喺下邊同我交流，係啦，留言區見，拜拜。